啊，鱼呀鱼呀，水中游，游来游去真自由。啊，家己咧好音也无人主唱，歹听甲。嘿嘿嘿嘿嘿嘿嘿。有，姐，斌哥啊，你才是姐哦。嘿，咱老大阁摇到有够准呢，讲宾果的直接握住啉酒，阁真正有影。歹势，这边的毋是握住一只啉烧酒，这边是爽快的只啉烧酒，阁咸钓鱼。我咧讲哦，恁两个若要起来啊，莫甲细细念哦。恁若拄啊细细念，鱼啊若无来食着，我拢怪恁两个哦。要若无，恁就随时甲我走。哎呦，斌哥啊，莫生气啦，咱老大交代啦。伊讲哦，伊代志无咱讲个清楚吼，是伊毋对啊。伊也会认毋对哦，无法度啊。谁人要知影讲伊是咱的老大，对？喙讲无要怪，无要怪啦，但是迄个面安尼歹夹夹，你这种人哦，我即种人是安怎？我甲你讲哦，那迄颗大裤带吼，是因为伊年纪较大，伫咱北仙内底去互伊占较大权，去互伊拜老大去哦。若讲要品道行、品功夫哦，还阁输我忝忝的，我甲你讲。对，大家拢嘛知影讲吼，斌哥你做人真正一棒的呢。你做人不但讲是非分明，忠肝义胆，义薄云天，忠孝节义，四维八道，礼义廉耻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安尼你讲起来，说袂输我变包公，还是变公主？你遮伟大啦！所以讲哦，莫生气啦。人吼老大嘛知影伊毋对呢，伫客栈遐传酒菜吼，要甲你会死底啦。哎呀，伊知影讲伊的毋对啊，传一寡酒菜要甲会死的。对，勉强甲接受一下。要若无哦，我绝对会得食着哦，有得食着哦，心搁真正啦，这尾大尾，这等下做阵绝对真饱。我甲你讲哦，一直教，一直拖，但是我讲，我害起来吼，你甲斗牛了哦，来，掉掉啦！哎呦喂，这个干！无代无志，你著等候我，你给我加着。哎呀，斌哥，你嘛咧无意思啊，无来无去啊，鱼也唔钓，钓着你要是啥物话溜哟？拢恁两个害啦！人普通时来遮拢钓有鱼啊，今日就是恁两个来，鱼也唔食着，才换蛇来咧食着。哎呦，咱闹火啦，斌哥紧共死死的啦！这边咧输啥？等来吼，迄空气消毒的，我摕药甲你抹就好啊，知无？斌哥，紧的啦！莫定喊宾果啦，两个宾果迄是中招讲哦，宾果。哎呦，咱莫看到人的火，哎呦，当时我安尼看到重点啦，拢是你害，无代无志害我安尼，等候我，你叫你加掉。紧啦，哎呦，宾果。啥物咧一桶仔囝，到时阵互恁疼死哦！哎，真正有个人若大箍吼，迄身材甲猪共款，你困咧行嘛，甲猪共款，先吵就袂精神。你甲看嘛，讲困你就行的啦，困你就行。哇！你两个面哪变安尼啦？我规身躯拢无力，我伊拢全是鸟啊！我嘛是软搓搓，面头前拢总火金膏咧飞。可怜两位天帝，你一定是摇花哥摇一个怎啊四季无啦？赶紧的，看桌顶足青草的，先食一个，治一个腰咧。老大哦，老大呀，宾客啊，转来，紧起来，你是啥物啦？我着恁大遐鸟呢。哎呦，变哪呢？少呢？你的出脸皮哪会翻白？哎呦，我拄安尼一言难尽啊！你若要知影，恁听我讲，要做代志，这就是一、错、五、六，这别这，好啊，
暗，香，耶，砰，安尼啦。哦，哎哟，无采讲，互你有一个功夫的人对无？怎么叫蛇加着？你着安尼运功，将迄毒气甲逼互出来就好啊。我都有咧逼咧，也着对大肠逼到小肠逼到12指肠，才逼入去毛肠。哦，全安，我即马数据拢无啦。我头前哦，敢若有看黑金菇，搁有看乌烟豚，搁一只麻叶，搁两只粉条。哦，你即摆是当作咱这拢精生哦。无啦，我是听听哦，你的镜头甲阮拢共款，你是要死啊哟！你着知讲我即马数据无力去，你要甲我看到我心脏痒痒，你才欢喜哦。无啦，大，我即摆才想到，我甲上次吼去湖边的时阵，嘛是去互蛇咬着，咱镜头佫共款，我想想可能幕后有迄个大尾迄个车车咧作怪，甲咱陷害啦。安尼咱毋着等死。恁三个拢着共款的，去互蛇咬着。你喙轮陪反白，因两个是反乌，即款镜头我会当甲恁医治。吼，边个？我吼较软笑，较软弱，你先救我吼。什么先救你？边个？你知影我体一甲鱼，你先甲我救。后壁来，人迄有大有细哦。我念唱哦。恁无听有一个故事？什么故事？迄孔子伊摕来啊让因大兄食哦。公主当时咧公主因大兄号做什么名？孔子因大兄就对啦。公主因大兄甲伊变空囝咧，叫做孔融让梨。嘿，恐龙，嗯，有迄个时代有恐龙。毋是恐龙啦，融罗伊安融。好啦，差淡薄无啥要紧啦。我即摆意思是讲哦，迄人小弟就要让大兄，所以吼爱家先救我。无啦，先救我啦，边个？好啦。哦，看恁咧演即落戏，迄中毒袂输，敢若拢咧酒醉咧安尼。我跟你讲，三个斗阵来，我做一门就甲恁牵好行。来，三个坐一排，坐一排。今仔日的志向是向西边，大家拢向西边。看日头落山迄边吼。哦，坐好。你要坐头就坐哦，好，来。 Johnny， 喂，坐好啦，你坐安尼敢嘛好过你袂输敢若翘倒摆咧。毋是啊，我遮个头前是沿壁拄着的呢。迄毋是壁啦，迄仙啦。我来啊，我调。真好，白蛇、吴家辉，即摆代志恁办了真成功，本大王优秀。多谢大王。即摆这韩总理、甲拿彩虹以及韩松子，因三个人已经中毒了。剩这个李洞宾，安尼就比较好应付啊。大王，这个李洞宾，互我来对付伊就好。大师姐，听讲迄个吕洞宾迄支宝剑足厉害呢，你要较小心的啊。等你是咧惊什么话啦？白蛇甲顾家辉，因两个都有法度通好办到的代志，我当然嘛是有法度。你毋通看人想无起哦。无啦，大师姐啊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你莫误会啦。对啦，人红花伊是讲行万八，你若着伤，红掠去煮蛇汤，安尼就歹看啊。顾家辉，你讲话较细致的吼。那我饭时前再来咧做代志，拢是真谨慎的。谨慎是谨慎啦，但是吼，无共款人做的代志，成功是无一定的啊。恁两个毋通叫是讲替大王做安尼小可代志，就直接咧真嚣摆安尼。凭恁两个的武功哦，斗起来，还阁毋是我的对手咧。若毋相信，咱出来外口比看卖，看啥物人较老。哦，你即摆意思是讲要甲阮两个挑战哦？你毋通袂记的，阮两个是大王面头前的左右手。你毋通叫做你是大师姐，武功就一直比阮较高强。
我看你还是乖乖做你的大师姐，较妥当。你好啊，哎呦，当呢，咱生界拢是家己的人，莫讲为着小可代志就来咧计较。目前吼，我看上重要是咱团结力量来对付八仙。无毋对，吴家辉你讲啊真好。黄先生，既然呢你要晓得自信者，安尼好，卢洞宾，互你去应付，一切看你哦。大王你放心，我绝对要互迄个吕洞宾啊，青笑啊青笑。来，恁三个吼听我的口令，我看恁有较好无？通通摇，向后看。哇！想袂到卢洞宾走去钓鱼，结果去钓到一尾蛇啦！哇，这尾蛇毋是普通蛇，这尾蛇有哪毒蛇呢？也去咬到这个拿彩河甲这个韩相珠。哎哟，这尾蛇真确实有影真好大胆。这个4仙内底伊咬3仙，当这回卢洞宾头壳大咯，赶紧的哦，继续该看落去精彩的节目啊！